大家個 AI 一人公司咧可以慳到或者賺到幾多錢呢？我哋一路都講開源節流，其實節流咧都相當重要嘅，因為你譬如你節流咗，你就可能成本低咗，其實就等於賺多咗嘅。咁啊呢個亦都係 net profit 順利嚟嘅。咁當然亦都可以係開源啦。咁我哋一般咧，其實係入邊有啲咩可以係用到 AI 幫我哋嘅咧？咁啊例如marketer 啦。咁啊，一般就即係正常就25,000蚊一個月啦，咁一年咧就30萬啦。咁用咗 AI 之後咧，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咧？例如我哋入邊 AI Bunny 有唔同嘅片，免費嘅。我哋呢個 channel 呢一個咧就係用一人公司嘅工具，咁啊可以幫手營運唔同嘅 channel。係講緊譬如點樣揾料啊，點樣做圖啊，做片啊，入邊點樣上載啊，去唔同嘅 channel 啊，呢度係講緊10分鐘嘅啫。咁啊，亦都有譬如呢一個係將成個 channel 嘅資料攞晒落嚟 YouTube channel 啊，咁啊亦都有呢個 AI 自己搜集資料呢一度，咁啊放到去呢個 social media 啊咁。正常我哋如果咁樣做呢，由人開始揾料啊、整理啊、標題啊、文章啊、做圖啊、做片啊、upload 啊，跟住上即係唔同嘅 social media 上載啊，咁其實呢啲呢係每一日嘅工序嚟，我哋要請人做嘅。咁而家咧，基本上用咗工作流或者 AI agent 咧，佢每個月咧其實只需要工具費嘅啫，咁啊慳咗90%，唔止係成本，係同埋時間。其實唔止90%嘅，因為再落去已經係唔需要呢個崗位啦嘛。咁啊，所以就其實一路越嚟越慳嘅。同埋失業潮其實嚟緊，我有其他嘅片都有提過，其實呢個大勢所趨。咁啊 Panasonic 又裁1萬人，恒生又話裁1成到5成，呢啲新聞都有講嘅。咁其實同工作流或者係 AI 員工呢係好息息相關。但係調翻轉，如果大家係可以掌握到 AI 員工或者一人公司，咁可以個發展潛力有幾大呢？嚟緊越嚟越平 AI，例如係 ChatGPT 啊、LLM 啊，咁啊越嚟越快。咁個成本越嚟越慳，咁呢一樣嘢會唔會公司用到啦？又或者係一人公司你哋可以掌握呢？呢個都唔使多講啦。